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 135.87， 按周升 0.37%。若果以三區劃分，美聯港島樓價指數最新報 141.8， 按周升 0.82%。九龍樓價指數最新報 141.38， 按周跌 0.39%。新界樓價指數最新報 124.21， 按周升 0.87%。至於美聯信心指數最新報 81.4， 按周升 1.5%。大型新盤銷情熾熱，港股表現做好，樓市氣氛持續暢旺，業主對後市嘅信心進一步增強，信心指數續升。喺全港三區之中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三個區份，分別係天水圍、黃竹坑深灣、荃灣。若果以單位面積劃分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係實用面積約1076至約1721平方尺嘅單位，其次係實用面積約431至約752平方尺嘅單位。